女子200米嘅決賽啊，有3位運動員咧係嚟自外國，咁咧就第3線韓國嘅選手，第5、第6線呢就係身穿藍色衫咧，亦都係而家帶緊頭嘅運動員咧，就嚟自泰國，非常之快，因為咧喺呢個位咧差唔多最尾嘅50米咧，其實見到泰國嘅選手2位咧已經係帶出咗啦，帶出都好多，非常之多係啊，咁所以衝線時間23秒75，哇！快好多喎，比起佢今日初賽快好多。不過我都對呢一位選手好有印象，就係阿 Sukanda。咁佢今朝係真其實佢係內彎出到嚟嗰下已經追過晒啦。咁啊100米咧，佢後尾50米已經開始係收步啦，收晒步，我都記得係啊。係啊，咁啊都見到佢有好多剩，但係佢今朝都係跑緊25秒零幾嘅。係啊，我記得佢收步嘅時候快跑緊25秒幾個問題。你見到佢係真係非常之有力啦，個步幅又好大。23秒75。咁啊，第2名衝過終點咧，同樣係嚟自泰國嘅 Samano 啊。咁啊，第3位衝過終點咧，就係公民體育會嘅焦慧欣。因為其實咧，我會覺得有一個好處就係、即係將軍澳運動場就新 renovate 咗啦，即係我哋成個泰坦地都係新嘅。咁所以我琴日喺田徑場上跑，即係雖然我好大雨咧嗰個時候，但係其實我都 feel 到個地下咧係幾 reactive，即係佢比較回彈快係咪啊？即係佢係硬身少少，比起以前我哋舊嘅 track 係硬身少少。但係咧，即係我諗，如果佢哋而家唔係好落雨嘅情況底下咧，係真係對於佢哋跑步係有利嘅。呢度就係200米嘅決賽最尾嘅成績，亦都係冠亞季軍咧出爐咗啦。23秒74、25秒01、25秒21，就分別係嚟自2位泰國嘅選手，同埋我哋港隊嘅焦慧欣，代表住公民體育會嘅。咁喺呢度呢，女子嘅200米完成咗之後，好快就會係男子嘅